政府要推动式运动部，这中小学体育班的问题是搁再引起讨论。有立委就召开记者会，提出2019年到2022年的会考成绩。讲目前各中体育班5科的成绩拢摕到4的比例，是将近全国平均的3倍。未来这体育班的教育政策嘛，应该详细来检讨。 为学校争取公营，对家己升学有帮助。体育班的学生会参加无同的比赛，真侪各种体育班定定透早练习，暗时补救教学。报道者的记者整理，2024平常上课是191天，东园国小有32天伫平常日比赛，举报加上40天，中安国中是52天。平常他们的球队在学校念书的时间大概只有半天，然后。 仅剩的这半天里面，还有40天被抓去打比赛。读册时间有限，补救教学是无啥物路用。2019到2022会考成绩，各种体育班50的比例要换全国平均3倍。棒球体育生高达36%是摕50，是全国平均的6倍。高达7成到8成棒球体育生，英文数学是无够基本的学历。 甚至也有到高中棒球队的时候，英文字26个字母还拼不出来的状况，那么这就令人家非常的难过。一个选手他没有一个自主的表达能力跟思维能力的情况，那他很难再成长。体育班受教权，亲像互人三省。立委陈培如建议，体育班升学应该伫咧会考了后来执行，互专任教练考核甲成绩来脱钩，甲平常的日子减少比赛。 有一些像年度的赛制、赛程，也许他都已经排定。好，我想这个部分，宣导是可以先执行的。那后续我们在政策上面的部分，也会把这个部分纳进来。体育班无法度正常教学，陈培如讲已经严重到无法度回避，运动部就要成立，已经爱开始反思。政府应该对外来说明未来体育班的政策规划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